乡亲高赞，欢迎收看今日11月21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世界杯卡球比赛主办国卡达开幕战，比梦变噩梦，以0-2输给厄瓜多，这嘛创下92年来头一届地主国开幕战输球的纪录。这场比赛比到一半，有一半球迷已经看袂落去，拢先走啊！那卡达为着办这届的世界杯卡球比赛，大量建设，互批评北下移工。另外，看比赛配比率这是传统，结果比赛场即马是雄改变政策，讲无要卖烧酒，嘛拢引起批评。世界卡球赛花日开幕，地主国卡达煞无伫第一站演出精彩，顶半场甚至还未踢了，伫巴特体育场出口沿看到真侪球迷行出去。世界卡球赛开战不只是92年来第一摆地主国伫开幕战输球，佫是因为国卡无踢出精彩度，中场球迷就走一半，而且无佫转来，当局宣布进场观众67372人，啊毋过马上引起质疑，因为这体育场高算满场是6万人。半场也因为是观众变更较少，踢起来拢无啥物滋味。无买着票的球迷是去首都杜哈市中心参加球迷节，跟来自世界各地球迷斗阵看比赛。新建设新场馆真侪球迷是坐地铁去看比赛。Metro is very technological. It's very cool. It's very fast as well. It's very efficient. 比赛前3点钟，体育场开放予球迷进场。这是中东国家第一摆举办世界杯卡球赛，对卡达这穆斯林国家来讲，开幕被认为是具风险时刻，因为赛前互人批评人权平权记录不好，佫想要将当时的杀向巨风，将国家名声暗放伫这4年一摆的全球盛会，综合规范甲全球卡球文化融合，明显无佫较好的应对。比如看比赛配比率已经是球赛一部分，当局进前捌讲，到卡达当然也遵守国家文化，都互人烦恼看球赛少一味。18当局向向宣布，八个场馆全面禁止卖酒精饮料，球场 VIP 包厢例外，引起球迷怒火。赞助商佫表示，国际卡总伫经济方面互人诚失望。官方唯一指定的百威比率签7500万美金赞助合约，真可能采取法律行动。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镜头个等下咱国内，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有一波较弱的东北风到位，北台湾东半部拢会落18雨。咱同齐来看分图。受东北风的影响，北台湾东半部今仔日有18雨。那明仔会较好天，也毋过明仔暗开始东北季风佫会增强，所以北部、东北部天气佫会转凉。拜三开始受锋面加上南边分下水气的影响，中部以北拢有雨水。这款天气会延续到拜五。那温度的方面，今仔日北部高温是28度至29度，中南部高温是30度。那北部今仔日低温是20度至22度，中南部今仔日低温大约21度至24度。乡亲早暗爱擦衫。来关心受进前风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雨水较高。目前全台湾的水情算是稳定，也毋过敢若台南即马是出现水情提醒的灯号，加上即马要进入大水期啊，南部的水库会愈来愈暗。台南闸门水库大坝，虽然水位还未出现到地状况，不过目前水位高度已经达到208公尺左右。洗物件全较少的啊。当然太烦了，爱浸落雨。多个民众也呼吁用水较省咧。事实上，进前秋台甲东北季风影响，目前全台水情稳定，只有台南也伫水情提醒的绿色灯区。永兴南部用水的几个水库当中，南化水库调水率也有将近93%，闸门乌山头水库总共有效的调水率是36.4%，南水桥也启动出水量的管控。就是持续先以河川的船流水来运用为主，那不足再由水库水源来供应，那并且增加区域的水源调度运用，来维持主要水库的一个蓄水量。即马是大水期，针对农业灌溉管理，南水局强调会加强引水机会，落实水库出水管控措施，也呼吁产业爱省水，水期的调度是不是影响，还佫需要相关单位滚动式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其他的消息，咱来关心选战。11月日就要登票啊！昨昏甲昨日是上尾一个拜6礼拜。
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是举办游行，若无当着黄珊珊是举办造势暗会。国民党的蒋万安是含伊的牵手继续扫街拜票。另外，针对卫福部长施瑞元是表示，大家对陈时中的元首拢是因为去动人的财路，去阻挡人做预防社的生理，也毋过这款讲法是引起南甲北拢在批评。台北港岛北区无人宣传车停满区域发表言论，当场互警方阻止，以社会法上班。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举办跳笑台湾为爱离走游行，发生意外，好在无影响游行。另外，被政府受恨特权，陈时中爱支持者用爱甲包容来进行这场选举。台湾经不起撕裂，台湾经不起对立。我们要把这个风气把它转变过来。我们坚定投我们支持的人，但不要仇恨对方。陈时中在支持者陪伴之下，为竞选总部出发。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市府广场热听，无当着黄珊珊也举办造势晚会。台北市长郭台徛台，要争取年轻中间选票。对卫福部长施瑞元进行表示，陈时中受混蛋，来自党也表中人的态度，也引起南北批评。前任部长跟这任的部长都不说前科是谁嘛，还要他去问薛瑞元，薛瑞元什么时候变成他是他指定他的竞选总干事去做这件事吗？现在薛瑞元为了护航陈时中，如法炮制谎言，民进党上下甚至全部一致赞同，凸显了民进党的堕落。陈时中表示，伊即马在选举，若要公布中人的名字，爱问施瑞元。施瑞元一直回应，疫情期间有中人咧卖国抢牌疫苗，毋过拢空嘴无字，话找工商企业、宗教团体，搁转来问指挥中心进口代志，强调陈时中捌当未少疫苗的变线啊。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选战的焦点是伫新竹市。新竹市民众党市长候选人高虹安，最近是因为助理费的问题有引起风波。拜六的时，伊举办造势，伊讲有2/3的里长拢有到场去甲支持，也毋过这是引起哪力质疑高虹安的碰风，因为现场的人数根本就无遐济。有75位的。最能够代表基层民意、最接地气的里长们来到了现场。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则到造势大会，讲有要甲2/3的在地里长到场支持。不过，社运人士因地大地伫咧 FB 讲，实际到场的里长人数甲因所讲的无同，有部分里长否认，所以哪里对手拢发出谴责的声音。真实到场人数是否有他们喊出的数字，外界非常怀疑。也有社群指出，有里长根本没有到场，却出现在名单，且有些是前任里长或是里长候选人。我想这是高委员要回答的。高虹安今天的做法，让非常多的里长觉得自己根本像个工具，一个被列明的选举工具，这都是非常非常不尊重新竹市里长、不尊重基层民意的一些态度。里长的名单敢若是灌水。高虹安20为议员的候选人徛台辅选时阵，伊讲感谢国民党这边新竹市副议长吴邦彦、加前议长谢文进，带几多位里长到场加支持，也讲特地人士伫咧带方向，唔免安尼死。我相信呢，其实网络上或者是有一些特地的媒体人在带录像，我觉得这一切都大可不必，因为昨天的画面已经证明了一切。因台北市长郭文哲进前暗指新竹市府贪污腐败。经新竹市长林志坚反击，讲郭文哲伫咧制造受分。郭文哲20到台中辅选时阵呛声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除非林志坚做到正直诚信，若无是真歹解释贪污的疑问。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基隆的选战，国民党基隆市长的候选人谢国良伫造势暗会顶头，伊是讲投票的迄一天，基隆会大停电，质疑有歹意图。也若台电视驳回讲，因为这是例行性变压器的检查，若停电的范围是无包括投开票所。毋过为着要避免争议，所以已经取消即届的检查，所以袂有停电。1126的当天，我们基隆会有大规模的停电哦。我跟大家报告，这个东西就是叫做意图不轨。国民党籍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良19暗时伫国民党800基图暗会当中表示，11月2日投票日迄一天，基隆会大规模停电。
台电发声明强调，原定投票日迄一天要进行例行性变压器吊检停电工作，影响户数142户，无包含投开票所。为避免误解，已经取消投票日迄一天任何工作停电作业。这是有心人士刻意误导民众的一种说法。对于台电公司每一天在现场努力工作，确保供电稳定同仁的士气而言，这是最严重的打击。台电表达严正抗议，强调谢国良的造谣行动对徛伫一线努力工作的同事来讲是上大的侮辱。隔天，谢国良出席活动回应，是接到当地立场反映，投票日迄一天有部分户数停电，才伫台电提醒大家爱注意。让台电来正视这个问题，是绝对合情合理的。很遗憾，现在连台电都变成选举机器，鬼扯超级的厉害哈。那我想台电自己也重新发一个声明，也说明了相关的事情。那我只要讲说，选举没有人选到这么夸张的事情。基隆市长林佑昌也反击谢国良是选情告急，选前特别交会，投票日迄一天的强电敏感问题，也意外加做候选人攻防焦点。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有山友伫合欢山的东方发现有游客伫山顶露营起火，那亲像阁有臭树啊、香茶。保7总队第6大队接到报案了后，随去山顶了解，伫现场有发现9位游客因身上有香茶，也毋过因讲因无臭树啊。警方即马全部拢已经函送法办。来看中国时报，欠晶片已经欠2档啊。加上即马战争真袂煞，阁欠了关键的零件供应困难，造成全世界汽车生产拢无顺利，进口车可能连续2档拢会出现衰退。例如 BMW 咧说是这3个大品牌，伫咱台湾无法度入机高车的订单，即马已经超过2万张啊，嘛创下新高。来看联合报，11月26组合一选举，按照规定，较真正是无法度出门去投票的。啊，若照时间来算，总共伫今仔日开始，互通报较真的民众，等于就是无法度出门去投票。中间院的议事但批评讲，较真正无法度投票，嘛无其他配套，这影响人民的参政权是违反宪法的。伊是建议讲，会当互较真正穿隔离衫，伫无传染风险的前提之下，会当出门去投票。继续关心疫情甲预防针，来关心莫德纳对抗 BA.5 次世代预防针，2天就已经有超过2万人去注射。卫福部长施秀元是表示，佮咧看讲敢要去佮买 BNT 新配方的预防针。另外，本土疫情的部分伫昨昏是新增加16000多例，啊，那死亡个案有43例。新冠本土疫情持续长号，20礼拜新增加16197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同期降12.8%。中重症有154例，死亡有43例。其中年纪上细汉的个案是，这2个月查甫婴无慢性病史，伊10月底破病确诊，用居家照护解隔离了后，11月初10伫厝内昏去，上医迄天就不治死亡。累计今年儿童重症死亡有38例。送医时已无呼吸心跳。经急救无效，当天过世。经法医相验，开立死亡诊断为新冠肺炎并呼吸衰竭。另外，国内已经开始注莫德纳次世代疫苗，外界嘛关心 BNT 次世代疫苗的购买进度。卫福部长施瑞元表示，目前 BNT 也搁伫协谈，另外嘛要看莫德纳次世代疫苗注射情形。如果说莫德纳是够的，那当然是否需要再购买 BNT，那这个当然可以再讨论。不过我们并没有说，这个一定不采购 BNT。事实上是因为它的进度是比较慢。那莫德纳是本来合约在那边，所以它供货是比较快。根据疾中心统计，莫德纳 BA.5 次世代疫苗顶礼拜5开始注了后，头一天注射量虽然少，敢若6000多人，不过隔天注21467人，比 BA.1 次世代疫苗开始注的第2天注11000多人，增加将近9成注射量，注射算是真踊跃。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美国的官方头一摆是证实讲，中国已经安好会当射更较远的新型弹道飞弹，安伫6只畅水蓝顶管，这对美国会造成威胁。美国的国防部长是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想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这是印太地区即阵上大的挑战。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十日证实，中国海上6只弹道飞弹和畅水蓝拢装第3代洲际潜射弹道飞弹巨龙3型，这是由中国家己研发第3代洲际潜射弹道飞弹，营造真济核弹头，上远射程比12000公里较远，比巨龙2型7200公里较好。这表示为中国研发或者是南海发射导引威胁美国。美国表示会密切了解这畅水蓝的动态。Beijing, like Moscow, seeks a world where might makes right, where disputes are resolved by force, and where autocrats can stamp out the flame of freedom.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也是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挑战。中国积极部署核武，也违反自由稳定的国际原则，指中俄努力追求诉诸武力解决争端。学者分析，中国部署核武的举动，也在向世界表示对台海有主导权。和组织其他国家在台海有事的时候协防台湾，就如同俄国他目前入侵乌克兰一样。俄国没有派兵入乌克兰协助，就是因为俄国手上有6000件的核武。美中表调，台海情势紧张。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巴厘岛举行拜习会进程。美军驱逐舰班福特号捌伫11月7日通过台湾海峡，不过美军并无对外公布。日本媒体分析，可能为避免刺激中国，不过也显示美国继续传达坚守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英国的首相苏纳克 G20 峰会开散了后，伊19日时就飞去乌克兰基辅，嘛头一届甲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见面，表示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而且英国阁会提供大约代表18亿的军事援助。This year alone, we have provided £2.3 billion of military support, and we will do the same again next year. We are today providing new air defence support, including 120 anti-aircraft guns, radar, and anti-drone equipment. We're extending our training for the Ukrainian armed forces to include specialist expertise from UK medics and engineers. 苏纳克是表示，伊会延续前首相强森也高举特拉斯的约定，继续支持乌克兰，而且也大支持，会让乌克兰的民众和军队度过这个寒天。另外，嘛会准备人道援助，提供粮食、杂风杂雨的所在。俄乌战争已经战要9个月啊！俄罗斯的军方嘛是正在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发动攻击，进前阁有大规模攻击，造成乌克兰不少所在拢停水阁停电。有一寡介意农业的民众透过野外生活的经验，即马伫无水甲无电的情形之下咧过日子。伫客厅电开布棚，搁盖一层防水的布。乌克兰农业爱护者奥莲娜咧做随时的停电的准备。乌克兰各地因为受俄军猛烈攻击基础设施影响，用电供水正做明显问题。伫能源供应商有计划采取停电停水措施之下，国民会勉强维持生活，不过也开始为长时间停电停水甲暖气做好应急措施。Це сонячна панель з вбудованим пауербенком. Тобто воно постійно заряджається на сонці. Коли у мене зникає електрика, я можу підключити сюди там телефон, комп'ютер, лампу, до речі, можна теж підключити. 爱农业奥莲娜捌骑机车伫全球17个国家走透透，因为旅行过真侪国家，伊对伫艰难真悬环境之下求生有袂少经验。伊的旅行箱当中有袂少太阳能充电板，也佫有营造的冰箱，甲能量四小这物件，真侪拢是伫乌克兰军中做军医的后生分享予伊的。Так, він чимало. Ну, до речі, першу панель – це його подарунок, перший налобний фонарик – це його подарунок,
карімати він нам дарував. Він нам туристичне обладнання дарував весь час. Ну, він знає, що це наше життя.奥莲娜表示，伫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伊甲先生拄為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要去歐洲佚佗，迄時陣就觀察到俄羅斯軍隊佇咧邊境集合，所以取消飛去西班牙馬德里機票。坐最後一班為土耳其伊斯坦堡飛去烏克蘭基輔的航班轉去。在錄影當中所危險的生活方式，也正作為戰爭之下救生的技巧。Ну, це виживання. Це виживання. Це не задоволення, не задоволення це їхати в Сполучені Штати Америки або до Туреччини і стояти там на березі моря або океану. 俄軍最近常常對烏克蘭進行大規模攻擊，讓烏克蘭失去1/3以上供電供暖設施。基輔市長克里切科也愛當地居民在基輔限制完全停電進程，搬去基輔以外親友的所在地度過冬天。公司新聞陳時東評語。鏡頭來去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國會大選目前反對黨嘅領袖安華所帶領嘅希望聯盟摕到上濟席次，也毋過還未過半。另外，97歲嘅前首相馬哈迪伊要拼伊人生上尾一屆參選，也毋過並無選調。馬來西亞國會大選十9登場了後，會當看到各地投票所有真濟少年族群出門去投票。I feel like it's a mess, like looking at all the dramas. So yeah, I really hope that this time will be a very fair and a fair voting process for all the people in Malaysia. 經過選舉進程嘅分析，這屆情勢無穩定，真歹有政黨會摕到過半席次。其中97歲前首相馬哈迪競選國會機關所失敗，在家己嘅選區能卡位5名候選人內底，得票數只排到第4名。因為進前捌講過，這是最後一屆參選，恐驚嘛會結束伊70黨嘅政治生涯。這擺票數由反對黨嘅領袖安華領導嘅希望聯盟摕到上濟席次，了後是前首相慕尤丁領導嘅國民聯盟，而這擺首相沙比里嘅政黨是無摕到上濟席次。第20分點，安華就家己召開記者會，表示希望聯盟已經爭取到其他政黨的支持，得到超過120名議員的支持，會照正常的程序提交予上尾後有決定權的所單。第19屆嘅馬來西亞國會大選，包括新嘅選民將近600萬人，這屆選民當中有2117萬人，要選出222名國會議員。也毋過有2個時數投票，分別是因為候選人過身甲天氣相歹，延後選舉，只會產生220個時數。國際新聞台是唐平玉。今日國際上有個什麼大代誌，甲鄉親咱同齊來看世界。聯合國第27屆全球嘅氣候峰會已經達成歷史性協議嘅草案，同意要成立一個基金來幫助受氣候災害嚴重受影響嘅一寡產出國家。也毋過詳細規劃即馬也無共識。北韓進行試射新型洲際彈道飛彈，雙方會當飛到美國嘅本土。這大工業國集團 G7 嘅外交部長就要求聯合國嘅安全理事會袂使激點點。在美國嘅要求之下，聯合國安理會明仔會開會討論北韓嘅問題。日本嘅媒體有報講，亞洲嘅麥仔攏是靠進口較濟，那俄戰爭兩國攏是麥仔出口嘅大國，也毋過即陣戰爭也戰袂煞，這對亞洲嘅糧食已經造成一大問題。鏡頭個轉來咱國內，鏡頭來宜蘭五結鄉一間飼鴨場最近傳出內底鴨陸續死亡，經過檢驗是驗出新型 H5N1 的禽流感。昨昏宜蘭縣政府有去捕殺5000多隻鴨，嘛要擴大場區附近的監控。防檢組人員將副部長吳家大義將一個黑色塑膠袋消毒過後，準備運出這間在宜蘭縣五結鄉的種鴨場，因為最近傳出鴨陸續染疫死亡，農委會防檢局確認為鴨屎當中驗出 H5N1 亞型高病原性禽流感，而在趕緊捕殺5010隻種鴨。
包括技术站台底下发生第一家禽城区的新型禽流感病毒，防检局已经启动扩大案例鸭场周边半径5公里的监测，赶紧做场区清洁甲消毒。另外，台南市草湿地野生鸭的鸭屎当中也共款验出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暗过判定是独立事件，互相无关联。国际上疫情也继续提悬，台湾多只入境的国家包含韩国甲日本，10月开始陆续发生禽流感疫情。即马圣诞节要到位，英国境内也因为禽流感疫情，甲今年10月已经造成550万只鸟类扑杀或者是死亡。今年当地圣诞节的传统火鸡，恐惊因为数量减少真济，计数可能会起价。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最近这几天有真侪人会去南投水里的触桥耍高空单跳，也毋过即马这业者防质疑讲因是违法伫遐经营，也毋过业者因是强调讲因已经为了进行场地使用权的申请啊。为吊桥顶悬跳落来高空弹跳活动，看起来真刺激。礼拜日透早有10人来参加，这是南投水里乡触桥，啊，毋过这个所在并不是主管机关核准的合法地点。有民众就认为业者非法经营，而且有安全记录，向南投县府检举。啊，毋过业者表示，场地使用的相关申请已经向水里乡公所提出申请了。在这个地点的设立上，我们都有积极的在申请当中。然后我们公司还有都有在县政府这边我们都有申请。然后那个娱乐税跟营业税我们都正常的有缴纳。业者也强调，拢有相关安全措施。另外，除了有为参加活动的民众投保以外，连规个球也拢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南投县府是表示，会要求这场地主管机关水里乡公所爱加强管理。活动场地及公路法、建筑法者，应向场地所在主管机关或管辖机关申请使用许可。本府将辅导水里乡公所加强管理督导。全高空弹跳活动甲经营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活动场地按申请使用许可所无相关处罚条例。另外，触球是不是属于适用公路法开发的球，县府还要进一步确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港区内底的蓬莱路这个所在，因为这条路游客真多，所以规条路是规定讲车速敢若会当到15公里。也毋过有人实际去试，这油门小看甲吹咧就会超速。那高雄港务公司是表示，限制车速是要提醒讲，伫咧遮车爱慢慢驶、稳稳驶，袂真正开罚单。大型游览车、小客车也是奥多麦经过这条蓬莱路，准讲故意减速，也是有可能超速，因为当地速度限制是15公里。没有办法，我之前有自己试过，是没有办法的，一定会超过。对我们来讲太困难了。怎么说？对，因为车子稍微油门一踩就超过了。15公里的速度，连脚踏车都可能超速，不少用路人认为速度无合理。不过主管机关高雄港务分公司回应，这是为了安全才设的。车辆进入这个蓬莱路段要马上进入管制站或是进入停车场，避免车辆进入之后加速又要马上刹车，反应不及，造成意外。高雄港务公司表示，蓬莱路伫高雄港区内，公司依照相关法维护管理。烦恼驾驶无识路况进入蓬莱路，随便加速发生意外，唔再设限制。不过车路的危机唔那伫咧平面道路，有驾驶经过国道1号泰山路段，互随便变换车道的大车弄到，真危险。变换车道应保持安全间隔，先使用方向灯提醒邻车，确认后视镜死角，再开始变换车道。国道警察提醒，变换车道无适当是高速公路紧急款的事故原因，提醒民众爱小心变换车道，嘛唔通袂记哩，驾驶前安全带爱下好，唔则有相同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境外消息来关心，最近有民间团体针对县市首长选举的候选人本出长照的调查，发现真侪候选人拢看重长照据点的资源，也毋过拢无去注意到村里也是公庙嘛会当来斗相共。另外，民间团体嘛呼吁讲，这候选人未来嘛会当参考日本的照顾安排假，互一寡照顾者会当兼顾照顾和工课。
20229合1大选投票不到1礼拜时间，为了解县市长候选人对长照重视程度，国内9大民间团体发出长照考卷，结果发现候选人大部分向补助长照据点或者是增加交通接送为诱因，反倒等忽略原来村里供庙者的互助功能，也欠缺对失智照护资源的整合。有些乡镇它是已有传统的村里还有公庙的互助支持的系统。所以增加新形态的据点，不如去丰富这些传统支持系统的一个功能。是1/4的候选人有提出针对失智症相关问题，然后跟相关对策。多数的候选人对于失智症照护的资源面向掌握度是比较不足的。民间团体调查发现，21县市候选人当中有36位候选人恢复问卷，其中1/3 12位候选人将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列为优先解决的问题，有15位会增加短续机构报建量。有4位是强调重视聘雇医间家庭服务，也有1位主张将大医看护纳入健保。台北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都是高度的仰赖这个移工照顾的县市。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其实它需要是怎么样稳定移工的照顾。民间团体强调，长照2.0特别进入第7年，全台有长照需求人口差不多81万人。目前主要照顾模式以长照服务占35%上济，第2是看护期间26%，短续机构12%，呼吁政府应仿照日本，有照顾安排假，让照顾者达到照顾无离职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2016年开始，验光人员法通过了后，验光师和验光生拢爱通过国家考试，才会当替民众检查近视配目镜。不过法律内底嘛规定讲，验光师袂使替6岁以下囡仔配目镜，若是这囡仔要配目镜，拢爱去病院。即马验光师工会是呼吁政府会当放领这项规定。医护设备去透过多角度的量测，记录目睭连中心甲镜片的距离。护目镜配好了，戴起来较舒适。伫咧配目镜的器材一直进步，搭配着专业的验光师伫咧配目镜，真侪民众拢感觉加真好。戴着会头晕啦之类的，所以有验光师还差很多。一定会有差。没有执照可能也是会基本验光，但是有的就是他们操作机器可能会比较专业一点。2016年验光人员法通过了，主要通过高考的验光师或者是普考合格验光生来替民众配目镜。要来验光师，还可当用仪器加专业的知识，协助听力障碍或者是身障者配目镜。他可能去利用一些比较高阶的设备，或者说有一些像手持式的设备，利用跟他互动的过程，并不是在检查验光哦，就是说，我跟你在互动，然后请他熟悉的家长啦或社工在后面陪伴着他，然后我们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去尽量截取到我们需要的数据。目前法律是规定，验光师袂当对6岁以下囡仔配目镜，15岁以下囡仔也要伫咧眼科医生指导下才会当做。验光师工会建议政府会当适度的放领，让验光师透过新的稳向目镜等医疗器材，也个对度数掌握的专业，来协助囡仔控制近视恶化。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屏东三亚乡的乡公所，为着要推广地方的特色，有出版乡刊，而且用报纸形式来设计，希望是透过这个乡刊，让更较侪人来遮观光和行大。讲到屏东三亚乡是屏东县内上大的乡镇，山济平地少，公所以地理环境、产业交通甲人物故事做主题，透过乡刊整理乡里的观光景点，介绍大家倒位好食、好佚佗，让游客了解当地特色。狮子乡这么多美好的地方，应该透过乡刊、透过刊物，让更多人知道。当然，我们当时在规划的时候，盘点了我们整个狮子乡。可以供大家觉得吃喝赏玩买的地方，然后我们也找了一些文化上可以令人感动的地方，因此就做了我们这个乡刊。三亚乡刊内底有特别规划在地人物故事，包括得到2011年东京奥运柔道金牌，来自南四川的杨永伟。乡刊报道杨永伟正做国家选手的过程。三亚乡长表示，这几年公所甲民间组织合作，收集族群文化甲生活历史。希望族人了解先人为生活打拼的辛苦。因为过去我们原住民为了他的生计，
当时的环境比较差，因此他们漂洋过海，到了这个中东地区的国家来当工人，相依为命哈，大家互相依靠。他们在那边哈，他们有很多的感触哈，他们如何创造出他们在海外更好的生活，这是这次它的亮点。公所表示，目前伫乡里的观光景点、学校甲教会拢会当找到乡刊，有兴趣的民众拢会当去睇。公所也打算甲乡刊编做册出版，互更较侪人欣赏西雅乡的水。记者综合报道。去年过身的编剧张永祥摕过5届金马奖最佳编剧，嘛是头一个摕到终身成就奖的编剧。为了要延续伊的创作精神，伊会牵手甲伊的作品出版，捐予几间学校和国家图书馆。我希望这个奖以后也给这一些多发一些，来肯定这些电影幕后的工作者。王金马奖重视幕后工作人员。去年过身的资深编剧张永祥，2016年得到金马终身成就奖，正做头一个得到终身成就奖的编剧。张永祥写过160部剧本，包括《刺雅人家》、《秋决》等等，嘛捌改编几60部琼瑶的小说，得到5届亚太影展加5届金马奖的最佳编剧奖。张永祥先生了不起，他可以写《秋决》这么经典的史诗级的电影，也可以写琼瑶的小说，写了12部电影。他应该是一个人，一支笔撑起了台湾电影的半壁江山。张永祥一世人为电影、电视付出，伊的夫人特别将伊的4出影剧《秋决》、《招远乐》、《和平女社》甲《罗汉之春》的剧本出版，捐予几60间大学甲国家图书馆。希望借由国家图书馆的典藏，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不管是研究者或者是想要阅读者，可以透过图书馆来阅读到这些作品。国家图书馆表示，希望张永祥的作品成做少年电影人、电视人的教材，传承台湾影剧的精神。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来关心世界杯卡球比赛已经开始咧踢啦，也毋过有真侪场馆的移工是因为过劳死亡，也是红白社有引起讨论嘛，引起争议。咱台湾就民间团体举办座谈会，放纪录片，帮大家会当关心移工的困境和权益。这支纪录片《移工之杯》讲的是一场去到卡达帮当地政府甲国际卡球总会去运动场所的移工，因拢是上基层的居里，头家无照起工发薪水，而且常常加班，行动受到限制。这样那大的运动的比赛内底，既然后壁有这样那济的这个无公平、无合理，甚至是剥削这个人的叫权利的运动，就是咱希望全世界的这个外国的这个移工得到伊合理的这个。劳动权利的保障，甚至是伊的生命的保障。为了证明这个移工有受到照顾，国际卡球总会特别举办移工卡球比赛。不过透过纪录片，大家拢知影，这个人其实无爬起哩世界舞台的可能。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表示，希望这支纪录片会当提醒大家关心移工的权利。我们国内其实有70万的移工人口，那其实我们面临的蛮多的一些移工的人权问题，其实跟我们看到的卡达他们所面对到的一些议题其实是很类似的，包括高额的中介费啦，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可能像有一些护照的没有办法自由移动等等的问题。除了播送纪录片，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甲台湾外籍工作者发展协会嘛发起联署，希望透过社会力量阻止卡达政府侵害移工的人权。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体段大车饼来看卡达世界杯卡球比赛已经起过啊，也毋过国际上有侪侪对主办国的批评。国际卡球总会的主席伫开幕进前就开记者会替卡达讲话，爱大家毋通阁骂卡达无人权啊，要骂别人进前爱先检讨家己。那伫咱国内体育界大新闻，就是即间篮球 T1 联盟桃园的分霸球星魔术霍华德，顶礼拜六头一战，伊有替球队摕到胜利，也毋过昨昏就输去啊。继续来看国内外体育新闻的整理报道。这个掩护他也轻松的得分。
桃园英丰分霸前 NBA 球星霍华德台湾进行比赛第一场19伫国体大体育馆，满场15000人关注之下登场。分霸虽然伫顶半场落25分，不过换边进攻，霍华德率领队友积分第4节先上演双手暴扣，全场欢呼。了后看对手顶替，霍华德直接砍外线3分球也开张。分霸伫比赛结束进程，将比数足成105比105平手，最后搁伫延长赛以120比115拍败新北中信特工。霍华德获38分、15篮板加9助攻，准第3元成绩，上演超级逆转胜。继刚主场续战台中太阳，连续2天比赛无数游玩才有胜利。上场72分58秒，佮交出13分9篮板10助攻，准第3元成绩。不过分霸无守条，最后以94比1036输球。双方赛季的第一次交手。虽然输球，不过霍华德的心情无受过大影响。对来台湾拍球的感觉，伊表示球队还佫需要成長，会佫为球员進入狀況，也希望台灣籃球能成長。So it's been amazing. I'm very thankful to be here. After, like I said, 18 years in the NBA, I don't want to go home. I want to stay here anytime I want. 本拜礼拜会去台中，霍华德也期待去無共款的都市，甲無共款的球迷見面。游行车队出发后边真侪黄衫军骑机车一路队，几啊百公尺长，场面真壮观。中华职棒中信兄弟今年完成1连霸，20赛起伫台中市区举办蜂王游行，吸引15万球迷参加，超过去年10万人。路边球迷也是摕手机收成翕光景时刻。球员坐2台观光巴士驶市区了后，到就坐棒球场。台中市长罗秀贤也甲球迷相约明年3连霸。国际体坛盛事2022卡达世界卡球赛1暗时开幕，不过就伫香港开幕前一天，国际卡总组织特别开记者会，用将近1点钟的时间，指责西方国家伫世界卡球赛进程对卡达人权纪录批评是违宪。伊强调，欧洲国家应该先为家己伫历史上所做的代志负责任。Actually, I am European, not just I feel European. I think for what we Europeans have been doing in the last 3,000 years around the world, we should be apologizing for the next 3,000 years before starting to give moral lessons to people. 针对伊讲伫工作时死亡，伊也宣布伫杜哈设一个专门的永久性办公室，每一个发生事故的工人拢依法得到赔偿，而且可能是几万年薪水。记者综合报道。卡达世界杯卡球比赛已经开始咧踢啦，军队的球星梅西嘛已经对外宣布，这是伊上尾一届去参加。军队是正兴卡球、小卡球，所以军队的球迷嘛正珍惜这届替梅西加油的机会。有市中的球迷就专工加这买厝的钱摕来买飞机票，飞去卡达要替梅西加油。佮有球迷用6个月半年的时间，骑卡达车骑超过1万公里。对去卡达支持阿根廷的球队。受疫情影响，阿根廷经济环境无好，不计一直欠悬，出国旅费也提悬。不过，欣赏世界卡球赛，有关是真爱卡球阿根廷的人优先选项之一。No llegas nunca y nada, una noche me senté y decidí ir al mundial porque amo la selección, lo sigo a todos lados acá en Argentina, es mi primer mundial y no sé, me pintó una lágrima cuando me decidí por... Sé que cuando vuelva voy a tener el mejor recuerdo de mi vida. 卡达首都多哈各国球迷拢到位，或者都市充满卡球气氛。有一阵阿根廷球迷，佫是为6个月前就出发，骑卡达车翻过非洲、中东各国，骑10500公里到卡达，因拢希望因亲目睭见证梅西伫世界杯最后一场。 Bueno, lo que sueño obviamente es lo que nos motivó, la ilusión por hacer toda esta ruta en bicicleta, es que Argentina sea el campeón del mundo, que Messi el 18 de diciembre levante la copa y las emociones que sentimos acá son inmensas. Pasamos 6 meses pedaleando por África y Medio Oriente para estar hoy acá y llegar acá a Doha y que sea esta fiesta una emoción que no me entra en el cuerpo.
今年10月45日参加世界卡球赛，加做男美球员第1人。卡球生涯有无数纪录，单季91进球，7座金球奖，各为球队夺4座欧冠冠军，10座联赛冠军，1摆美洲杯冠军，甲1面奥运金牌，只欠世界卡球赛冠军的夺得新杯。阿根廷在最近国际赛35连不败纪录，全队的专业饼冠军金杯。公司新闻电话真朋友。世界杯卡球比赛主办国卡达为着要迎接上800万的游客，伫维安这部分嘛是做真侪准备。另外，这届卡球比赛嘛创下侪纪录，包括头摆可以用半自动判定技术，而且嘛伫球场比赛场顶悬头摆会当看到查某裁判。卡达首都多哈的街路充满世界卡球赛气氛，大型赛会上重要维安措施，主办国卡达表示已经培训5万人，确保比赛期间的安全。سواء على المستوى القيادي أو على مستوى الأفراد من الأمن الحكومي والخاص والذين تجاوز عددهم 50,000 مشارك. خضعوا لبرامج مكثفة منها برنامج أمن وسلامة الجماهير الرياضية والذي صمم خصيصا لهذه البطولة وفقا للمعايير المطلوبة من الفيفا. 卡达是每一届世界卡球赛上细主办国，人口差不多300万，不过只有31万外人是卡达公民，较欠人力，所以维安工作有不少是外国军警来支援。土耳其就派3000外军警协助维安，包含顶部警察3000人，特种部队100人，也有走道专家加警犬。这一摆比赛有真侪地形，第一摆启用半自动划开判定技术，来帮助场边的裁判做出划位的判决。A sensor in the center of the ball sends inertial data 500 times per second. 这一届官方比赛用球 Arena 内底安装测量组件，每秒500摆频率传输球的位置，配合球场内底12支高速摄影机记录球员位置，随时追踪球员身躯29个部位，来绘制3D 模型。那系统抓到越位，就会发出警报给监控中心，佫显示详细影像的资讯。Even the best referee can commit a mistake. He's a human being. We know it, and that's why. We implemented a system using tools that can really reduce the possibility that a human mistake can affect the outcome of a match. 传统用目睭判断越位，若球队有意见，裁判就要斗阵讨论拖慢比赛节奏。这套技术一定在去年2场比赛当中测试。这一摆世界卡球赛所有比赛拢会使用。另外一个第一摆市场内出现女性裁判执法，包含3名女性裁判、甲3名女性助理裁判。私たち女性が初めて男性のワールドカップに参加する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からの女性にとって可能性が広がっ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を伝えられ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てます。史上第一摆伫当天办的世界卡球赛，也是头一摆伫中东国家举行。申办时阵只有一个球场的卡达，今麦8个场馆已经全部到位，要迎接全世界球迷享受这4年1摆的比赛。公司新闻电话真朋友。法国的罗安尼和国的城堡群世界有名，不过这是老厝窗仔较济嘛较大袂少，赶人的是能源费用就真惊人。那即阵国际能源搁咧起价，开销搁较大。城堡的管理单位即马决定要改用太阳能、地热抑个兄茶来减少买能源的成本。红色的建筑物外壁拢翘翘，法国的莫恩城堡伫咧罗亚尔河的河边。行入去内底看，因为年代久啊，4季拢真破旧。城堡的主人列勒夫为着修理费真头疼，亲像修理一扇窗仔门就要1万欧元。城堡内面总共148扇窗仔门，修理费是真惊人。另外厝内真冷，这大间要开暖气也真开钱。Nous, on est éphémères dans la vie du château. Les successeurs, il faut qu'ils acceptent de vivre dans ces maisons-là. Il y a plus grand monde qui accepte de vivre dans une maison où il fait 12 degrés. Moi, dans mon bureau, quand j'arrive le matin, il peut faire 6, si vous voulez. Donc, vous voyez, c'est des contraintes. Il faut avoir un amour du patrimoine, une certaine conviction autour du patrimoine que tous n'ont pas. 列勒夫讲，伫咧以前，城堡一年冬天暖气加电钱差不多要2万欧元。不过，即马能源的成本一直起，今年开暖气的支出可能是过去的5到10倍。有真侪城堡的罗亚尔河谷，其中这座欧洲风格，互人一看到就认得出来香坡城堡要开暖气正开钱的情形。
Pour nous, c'est simple. D'abord, la facture augmente, c'est-à-dire qu'elle double quasiment en 2 ans. On est passé de quelque chose comme 260 000 € par an à plus de 600 000 dans le budget prévu 2023. Donc ça fait beaucoup plus d'argent. 为了要减少支出，又个人维持城堡内面的暖气，管理人员考虑买采太阳能板，或者是用地热，也个有去固茶厂，伫附近的森林泡茶、烧茶供应暖气。另外，也按算用减少开放空间、关电器、降低温度的方式。到2023年能源消耗量降低至少10%。欧洲各国因为欠能源，才会省电节能。伫瑞士南部切维奥这个镇是已经早就进入无电的生活，因为厝拢是用石头贴的，起伫咧山谷无人的所在。自1980年代，居民就伫咧壁炉甲厝顶装太阳能板，过着尽量慢用电的生活。Io vivo bene, sono abituato adesso a queste comodità, vivo bene. Quando ero ragazzo bisognava andare alla fontana a prendere l'acqua col secchio, adesso abbiamo l'acqua in casa, abbiamo la stufa a legna per scaldare, abbiamo la luce coi pannelli solari. 这个镇有12个村，本来拢是靠附近山顶的水坝用水费悬价差发电。不过12个村内面有11个村因为电钱的问题，拢无有电网。再加上交通不方便，这个镇的居民几落10年来，自500多人到即马这个村无到50个人，真侪人厝内拢用煤气、蜡烛加油灯，因讲暗时规天顶的星比电视也更加好看。Perché io non so, vedo tanto anche un po' spreco, anche nell'elettricità, così tante illuminazioni, non qui, perché qui è tutto buio, non c'è neanche un palo della luce qui. Qui è tutto, però anche nelle città, nei paesi, mi sembra che c'è tanto spreco di energia elettrica. 不过也因为安尼是无适合发电观光，佮因为无电，政府对旧厝要征收规定佮真严格，互这个镇的人口一直换期。虽然这个镇有到水坝的观光缆车，不过村内面无提供游客相关设施，又佮不准停车，所以才变做真侪本来住伫咧遮出去外口打拼的人，休假时阵倒来度假。公司新闻，陈思同编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低22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有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是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7度；外岛是19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